台湾即阵也食烧热，伫咧今仔日早时10点半，台北市社的温度是降到38度半。因为台北市的地形地处高温空气吹袂线，已经连续3天的气温超过36度。台北市政府也发布今年头一摆的热浪已经通报，各局处对此是启动应用措施。亲像环保局就派出夜水车甲车路降温。 泉水车出动，沿路泉回收水，互烧热的街路会当降温。台北市下晡的天顶出现几大片乌云，温度来到摄氏33度。虽然比早起有小可降温，不过有人带狗仔出门，也是互狗仔坐伫刹车顶，搁特别接行动电源开电风甲吹。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然后就是像狗它们比较散热的地方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帮它，要不然它很容易会中暑。 所以你的狗比你还好命啊！没有办法。台北市社因为地理环境较特别，早起10点半出现38度半的高温。因为台北市已经连续3天超过36度，到柑仔色的灯号。市政府也因为安尼发布今年头一届烧风的意见通报。除了环保局泉水降温，还有公园处甲树仔压水，社会局嘛启动独居长辈的关怀，十局处启动因应措施，提醒民众都爱自我防护。 我们是建议民众可以尽可能待在通风良好或者是有空调的室内，同时我们也建议民众可以减少户外的活动跟劳动。那如果有外出的话，则要做好防晒的措施。伫气象署的正式记录，全台湾最高温是伫屏东内部有38度2。气象署已经针对屏东、云林、台南有出现38度高温的机会，也有双北、彰化、南投、高雄这县市发布柑仔色的电号。 也预估明天各地，特别是在中南部的近山区、大台北的盆地以及花东纵谷，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，一定要做好防晒，并多加的补充水分哦。 气象署指出，素来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，各地要注意低延时的大雨、雷公细呐。环保署是呼吁市民，若是出现小可畏、头晕、规身躯无力这个症头，真有可能是有热伤害。若症头一直持续，应该都要赶紧给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